最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0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0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就是解说甲单依处说是名正法。即摆呢，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就是今为拟定说法，不负其意；开为拟定信经顺续，决定无疑，堪任大师。然其先祖达摩大师复受其意，以不合团其约五本来自土团法救未成，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即马就是要来解说一个道理，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来回答法海所问的话，因为法海来问慧能大师讲：你的意甲法是要传予什么人？符合人这个符就是交代意思。这个交代呢，也就是传的意思所以总共就是讲你的意甲你的衣钵你的衣甲你的钵是要传予什么人？迄当时阵，六祖慧能大师所甲伊讲的就是讲将我所讲的这个法，拢甲伊记录起来，来流通。恁呢好好来守护这个法，也使这个法呢，会当好一代一代传落去，会当好来好好度众生。当时呢，就要依照这个法来去开始众生这名叫做讲做正法。这是在前面慧能大师所讲。即马要说来讲，就是讲今为拟定说法，不负其意今为拟定，就是讲现主时来为恁大家。现主时呢，来为恁大家来说法。但是呢，不负其意，就是讲无将这个意呢来传予恁。这个负拄则讲了，就是讲交代啦，就是传的意思。就是讲现主时呢，只来为恁大家来说法，但呢，现主时无要将这个意无需要将这个意呢来传予恁。为什么无将这个意要传予恁呢？该为拟定信经顺续，决定无疑，堪任大师。无要负这个意的原因就是讲因为恁大家呢，信经已经是顺续，这个顺呢，甲迄个牛屎边迄个顺有同款的意思。就是讲恁对佛法已经是深信无疑绝对呢无迄个怀疑之心所以叫做讲做信经顺续，决定无疑，堪任大师。这个堪呢叫做堪能，就是讲会当的意思。这个任就是担当，大师呢就是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这项最重要的代志。在《法华经》有讲，世尊为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为开示五业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从迄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什么叫做讲做大师啦。根据《法华经》所讲，
就是讲世尊啊，是为着啊一个真正重要的代志，所以来咱世间是啥物款的重要的代志呢？就是啊，要来开始咱众生，使众生会当互来悟入佛的知见，就是讲度众生，使每一个众生个个拢会当成佛。这就是佛来世间的一项最重要的代志。也伫遮所讲，这个大事也是同款，也就是讲会当好来以禅宗顿教之法来度众生，使每一个众生咧拢会当好来得到明心见性。这应该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大事的意思。所以伫遮六祖慧能大师对因的讲法呢，就是讲现主是啊，我对恁说法，但是无要将伊传互恁，因为恁每一个人拢是信根纯熟啊，决定无疑，拢有法度好来担当弘扬禅宗顿教之法，会当好来度众生，使众生明心见性。所以呢，就只有啊传法不传义。为什么安尼就是传法不传义呢？因为这个义啊是表示信，所以佢就讲做信呢，就是一种的记号。安尼讲做记号呢？譬如讲，你讲我已经接受到祖师的法了，但是接到祖师的法，你有什么款的证据？法这是在心内啊。是以心印心的物件，无法度摕出证据来。要摕出证据，证据是啥物呢？证据就是义，因为祖师啊有付一领义互我，这变成一种证据。有这个证据呢，就会当好使人来相信。但是因为在六祖慧能大师门下的这大弟子啊，因已经信心十足。根本呢无需要啊，搁再以这个义来做一种证据。这个义呢虽然是表信无毋对，但是更加较重要呢，就是讲信根若是纯熟，安尼已经就好啊，就无需要搁再摕这个义啊来做信的证据，无需要做一种这个信物。假如若是会当好到甲迄个绝对无有怀疑迄个所在，就会当好来勘验伫遮所讲的一大事就是讲来说法度众生这项代志，就有法度好来该承担。所以啊，就只有传法而不传义。讲然记先祖达摩大师复受其意，义不合传啊。讲但是呢，根据这个先祖达摩大师，先祖呢就是讲以前的祖师，就是第一代祖了。第一代祖达摩大师呢，来复受其意。复受其意，这个复也就是传的意思所以复受其意呢，就是传授其的意思。也可以讲传授这个其伊的本意。义呢不合传，这个义呢就无应该传。义无应该传的原因呢，五祖已经交代六祖了。就是讲，这个义啊，传互你了呢，你就无需要再传出去，因为义呢，这变成一种争端，就是变成一种的争端的祸端呐。大家拢想要得到这领义，要得到这领义呢，假如讲认真打拼、用功修行，到甲明心见性，安尼来得到这领义，这是名副其实。不过恐惊的话人呢，无要安尼来去好好去努力，就变成讲只有在外表来去争夺，
来去争端呢，就变成是非；若个演变较严重呢，变成武力，也那呢就变成呢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安尼，五祖将衣钵传回了，结果呢，伊叫讲赶紧离开迄个所在。有若是共款啦，有人对后边追赶来，安尼就变成以迄个武力、以暴力要来争夺衣钵，那就变成一种的这个争执的祸端啊。所以呢，五祖啊，就是叫六祖讲，你毋通搁再传落。那根据先祖达摩大师的《富寿记》啊，伊呢也是不合传。基月五本来自土，传法救未净，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个五本来自土，这个五呢，就是来自达摩祖师的本身啊，因为这呢是属于达摩祖师的基啦，达摩祖师的传法的基。本呢就是讲本来。来自岛，就是讲来到这个所在，来到这个所在是来什么所在呢？就是来咱中国，安尼叫做讲做五本来自土，传法救未净。讲我呢来传这个法，就是讲将这个法给传过来。咱所讲的法，就是在自世尊的正法眼中。也就是禅宗顿教的法文，传这个法是要创啥物呢？目的就是要救未净啊！救未净就是讲要来救度迷惘的众生啦。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传法救未净。一花开五叶，这一花开五叶就是讲一蕊花啊，也开五个叶，安尼叫做一花开五叶。这个一花开五叶所指的是啥物呢？这个一花应该就是在指达摩祖师的本身，开五叶应该就是对第二代祖起到甲第六代祖，名叫做讲做五叶。对于这个五叶呢，也有人解说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以后的五个宗派。但这五个宗派，这是六祖慧能大师以后所分出来，应该呢，就是在指第二代祖，甲达摩祖师甲这个慧能大师为主拢总呢，代代相传，传了五个祖师应该是安尼讲法呢，较有符合着这意义。这边讲结果自然成，这个结果自然成就是讲负一实验性呢，到甲这个第六代祖慧能大师。不过呢，到甲第六大师以后禅宗呢就大兴所以开花就自然的结果，自然呢就当有所成就。安尼名叫做讲做结果自然成。伫遮所讲的这个机虽然是由达摩祖师所讲的，事实上这就是伫咧表示达摩祖师将禅宗顿教法门传来以后，一代一代传落，乃至到以后呢，会当好成为在咱中国的一个宗派。这个宗派成立了，会当发挥伊的特殊的功能，来弘扬佛法，来教化众生。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呢，就是就依法的附属来说明六祖的说法。一面思修曰：自善之实，拟定各国静心，听我说法。若欲成就将地，斯达
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以一切处，义不自相；以彼相中不生情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生坏定事，安闲恬静，虚用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以一切处，行如作我，顺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记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中性，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一修如是。五经说法，犹如时雨，普论大地。拟定佛性，披诸种子。五住掂协，色界发生。心我智者，决识菩提；以我行者，定正妙果。听我记曰：心地含诸种，普有色界名。顿我花情意，菩提果自性。即马就要来解说这段。这呢，就是在说明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说法。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甲因开示，什么叫做一相三昧？什么叫做一行三昧？事后话，六祖慧能大师呢，又搁再来对因说法咯，讲诸善知识。诸善知识就是讲诸位善知识啦。讲拟定各国静心，听我说法。讲恁每一个人各国爱来静心。伫遮所讲这个静心呢，就是使心呢清净的意思。这个心的清净，也就是讲在心内无这种种的杂事妄想。心若是有杂事妄想心就是染污啦。咱的心本来是清净，就是讲心的本体本来是清净，但是受到无明的熏染呢，这个心呢，就变成有染污给盖覆掉了。即马这条做慧能大师就是讲，爱使这个心会当回来得到清净。心得到清净，就是无贪嗔痴等等的这烦恼，安尼心呢才会当得到清净。讲恁各国呢，使恁的心会当得到清净。这个净甲这个清这个这个净大这个净的迄个净无共，迄个净是属于肃静的净。那这个肃静的静的意思，就是讲将这个心给静落来。心静落来，就是讲心莫胡白起妄想，莫胡白想东想西，迄是迄个的静。伫遮这个的静呢，就是讲将迄个心内所有的染污拢要给去掉。心内呢，袂使咧有起一念的分别妄念。安尼才会当好把这个染污给去掉。迄个净啦，是约伊的形态所讲；伫遮这个净呢，是约伊的本体所讲。虽然是读法同款啦，因为写法不同，所以意思不同。慧能大师要来对因说法呢，讲叫因恁将这个心啦，爱会清净，听我说法。现在是恁呢，都会来听我来说法。下面讲若欲成就种地，斯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讲假若恁呢，若是想要来成就种地，伫遮所讲的种地就是伫指佛的一切种地。佛的一切种地，就是讲
佛的智慧啊，就是至高无上。智慧呢，应该有3种，一种就是一切智，再过就是道中智，再过就是一切中智。一切智，这就是声闻缘觉的智慧；道中智，就是菩萨的智慧；一切中智呢，就是佛的智慧。伫遮所讲的中智是属于一切中智。讲恁若是要来成就佛的一切中智呢，就必须会当好来通达了一相三昧，加一行三昧。那什么是叫做一相三昧？什么叫做一行三昧呢？在下面六祖慧能大师自己就来解说这个道理。讲若依一切处而不自相，依彼相中不生情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生坏定数，安闲恬静，虚用淡泊，处名一相三昧。即马先来讲这个一相三昧，什么叫做讲一相三昧啊？若依一切处，讲假用呢，在一切处，一切处就是讲，无论是在什么款的所在，一切处即几字，在外表看起来好像讲，就一句真简单的话，但是内中所包含的意义呢，却是非常重要。咱讲非常重要呢，就是讲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咱的道心呢，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讲一较白话，就是讲咱呢，若是在咱会当发道心的迄个环境中当然呢会发道心。假如讲咱所处的迄个环境是无法度互咱发道心的呢，可能你都无法度发道心。即马则就是讲，无论环境是对咱学佛修行有帮助，或者是讲无帮助。佫讲一句较严重，虽然是讲即个环境对咱学佛修行呢有所障碍，但同款袂使改变你的心。安尼呢，才会当好在即个一切处而不自相。咱若是一般伫咧学佛修行，咱的功夫呢，若是较无够的人，当然咱来到寺院的所在，就听法师伫咧讲经说法，或者是讲平平同参道友，大家来谈论佛法，互相勉励。若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咱不自相，就是讲你袂在外表的差别上去甲伊起分别啦，这就较容易做会当到。毋过你离开这个道场到一般的社会环境可能你随时你世间的属性呢就走出来，也到的时阵呢，可能变成我那是处处的独相啦。所以要会当好在一切处而不自相。这外表看起来好像讲一句真简单的话，确实无简单。讲依彼相中不生情爱，亦无取舍。下面这几句应该就是在指迄个不自相。依彼相中，就是讲在咱所接触的环境中，这个相就是差别思想，就是讲在世间的差别思想中，那这个世间的差别思想，当然是以咱有解接触为准咱假定讲到目睭无看、耳仔无听的，那安尼呢？虽然讲有这个五尘境界在世间变成是甲咱无发生关系，影响到咱的心理的呢，一定是咱看得到，一定是咱听得到、闻得到的，或者是讲食得到、接触得到的，这个物件。那在咱所接触的这千差万别相之中，不生情爱，
就是讲未生起情爱心。这个情呢，就是厌情；这个爱呢，就是爱着或者是贪爱。这个情呢，咱是对迄个咱所无爱的环境，这个物件咱唔爱看，结果互咱看到，咱内心呢就生起一种的憎恶、讨厌。这个声音咱唔爱听，结果互咱听到，当然呢，咱内心呢也感觉到讨厌。那佫讲一较坦白话，这个人呢，甲咱都无好印象，甲咱都是一个对头冤家，咱都唔爱看到这个人，偏偏的冤家路窄，当面去呛着啦。迄时伊看到咱看到伊，拢像迄个目睭一拍火共款，那内心呢就起烦恼啦，这都是情。或者是讲咱呢欢喜听人学落咱，无欢喜听人甲咱指责啦，甲咱骂，确实咱所听的是人甲咱骂的话，迄当中就生起一个情。这个爱呢，就是讲，这个境界，咱看到到底是爱的物件。咱看到一蕊真正介意的花。